后来，这个宋楚瑜登记了后，韩国瑜嘛甲伊副手张善政来到中选会登记，现场大约有111个穿白衫的青年做伙来造势，除了要反抹乌，嘛要来展现要拼青年选票的决心。韩国瑜讲，春期的选举、阳光的气氛、美丽台湾甲灿烂的未来，是伊甲张善政要做伙努力的目标。韩国瑜嘛讲，投资少年人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，伊一定嘛会大力来培养这个少年人。干净的选举，阳光的气氛，美丽的台湾，灿烂的未来，这是我跟张善政副总统候选人，我们一起努力的目标。再一次感谢青年团所有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这里帮忙。我们一定会大力来培养我们下一代的年轻朋友。投资年轻人，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。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年轻的朋友，各位所有台湾所有的兄弟姐妹，各位所有我们台湾同胞，让我们一起来迎向未来50多天这一场阳光、干净、美好的选战。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